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美容路学院，我是今日嘅主持人刘一慈生嘅。今日我讲到嘅主题係大家都是有關心嘅養生養生。做乜嘅大家就係當重視呢？因為再多錢都買唔盡康健啊！唔過唔是說沒有講同樣嘅康健理論。今日一堂課我用輕鬆嘅方式，本做三隻段落，用短劇嘅方式，教大家用擺起來照顧自家嘅身體，還有心情。用擺起用客家話來討論食茶嘅正確習慣，幫大家康健學客話。今日我老大家收嘅機器係愛爭唔愛。一個機器在日常生活當中非常嘅實用，尤其係講到老身體有相關嘅事情，就經常會用到。像係啲屋企人互相關心，又係講看醫生嘅時節，醫生我係特別注意，佢就會講唔愛用白，爭唔愛用嘅哦。接下來，我就來紹介一個機器，客語做啲用白型來運用，聽下來學習。客家話愛爭唔愛，愛爭唔愛。華語的意思是要才不會，要才不會。愛爭唔愛。華語的意思是要才不會，水愛甜甜的啉，爭唔愛曲多。水愛甜甜的啉，爭唔愛曲多。華語的意思是水要慢慢喝，才不會嗆到。水要慢慢喝，才不會嗆到。南市演強用版講，水愛天天的啉，爭唔愛合多。水愛天天的啉，爭唔愛合多。愛爭唔愛。華語的意思是要才不會，唔愛記得啉水，爭唔愛熱多。唔愛記得啉水，爭唔愛熱多。華語的意思是你要記得喝水，才不會中暑。你要記得喝水，才不會中暑。南市演強用版講，唔愛記得啉水，爭唔愛熱多。唔愛記得啉水，爭唔愛熱多。愛爭唔愛。華語的意思是要才不會。出門愛記得帶水，爭唔愛再走。出門愛記得帶水，爭唔愛再走。咪做得講，出門愛記得帶水，爭唔愛肚渴。出門愛記得帶水，爭唔愛肚渴。華語的意思是外出要記得帶水，才不會口渴。外出要記得帶水，才不會口渴。大家有學會一個機器，愛爭唔愛嘛？係咪平常時人當到嘅機會，就會聽到人講唔愛用白型，爭唔愛用嘅哦。接下來，我就來看一下在生活當中愛用白型來運用。